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欧盟、日本等等的国家，最近这几年来大力咧推动循环经济。这个新的商业模式，强调的重点就是为源头设计到尾端回收的整个的过程，拢爱活用每一分的资源，希望达到零废弃、零污染的目标。台湾有不少的企业甲研究单位，伫循环经济创新当中，嘛表现甲真出色。像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就研发出上新的科技，唔免用水，嘛会当粘布。还有业者甲要单调的玻璃，经过分析、分类处理，变做环保的建材甲艺术品。咱就来看绿色经济安怎侵入咱的日常，丰富咱的生活。经济发展甲科技进步现代，咱无限的省长自然资源，永续循环不是口号啊，是你我实际行动，更加是改变台湾产业的新商业模式。卖场厂商收来的蔬果不良品，透早就送到199食物银行台中园区。总部师将较水的温暖器放一边，溜皮放另外一边，剩的送入机器自动下皮。用果用牛肉落去炒，万能匙红菜头顶配料，会使闻到纯纯的香味。这出乌胡椒啊牛肉要做成冷冻的调理包，提供给弱势儿童，也是做老人的餐点。剩的粉才是重点。来，我宝贝的食物嘞。黑水虻的食物。多谢。今天晚餐有了。建立园区循环经济，袂使欠缺的主角就是黑水虻、乌水虻，粉就是因的三顿。这个香瓜，我如果放下去，大概2-3分钟之后，它下面就可以开始聚一堆的虫。想试着说，养蚯蚓，好，可是因为蚯蚓某层是吃素的，我很多的食材是肉类啊，其实蚯蚓是不能吃的，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发掘了黑水虻这样一个特性。这款虫为幼虫开始就食喷，生命周期是35天到45天，每一只平均会使消化2公克的喷。那规个火柜，安尼就会使处理15栋。乌水虻嘛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虫会使做假饲料。你看这饲料鸡烧这模样，拢无要烧娘。生落来的鸡卵会使提供给中央厨房来使用，园区变成食物零废弃循环经济模组，为台湾每一年浪费360万吨的食物提供上盖好的去处。我们旁边的中科啊，或者很多县市政府啊，都希望说可以用黑水虻来处理台湾关于厨余的这个部分。现在将白色的布料放到染缸子里面进行染色。白色布料放入去，工业院技术人员确认开关，再去设定二氧化碳的参数来粘布。要到250个大气压力。那一般我们日常生活中，它只是一个大气压力，所以在染色的高压环境下，等同于250倍的压缩力道在做染色。以二氧化碳代替水，在这个桶内面用压力，和二氧化碳有这个高氧解性加气体高贯穿性。染料就会使用去了后，入去到纤维的门框，经过4点钟的等待，染布就完成啊。从白色变成丰富的颜色。为白色变成红色，摕来甲普通的机能布料比较起来，真明显，伊的春秋性更较强，佮用这个地讲滴几滴啊水。有蓄水排汗功能，这项二氧化碳粘布的技术人员一路行来是经过3年时间的研究，实验失败几千摆才克服的，同步进行染色加机能化。
整个染色过程当中不需要使用任何的水，所谓的二氧化碳是一个循环再利用，符合所谓纺织业循环经济的精神。回收再利用的二氧化碳袂产生废气污染，而且代替会造成大量废水的水泥，纺织业的循环经济袂使看伊无点。台湾每年大约115万吨的染色量来计算，透过二氧化碳染色的技术的落实，可以节省大约100万吨的水资源，每年产值大概可以达20亿台币。那我们这边就是在收这种回收的玻璃，那这种玻璃的话，其实是白色玻璃，其实是价值最高的。废弃物中心新竹的春池玻璃工厂，将回收回来的废玻璃经过分析、分类、去除杂质，完成清洗。结果粉脆磨过，白色的釉玻璃刷看起来真水。尾手才结合工艺创意甲卡数，焕发出美丽第二春。尝试的就是把最后产品的价值做一个提升，让这个循环经济可以继续滚动。春池伫北台湾有5座废弃物的处理场，每一年为台湾减少开采差不多7万吨的锡矿，减少碳排放量达到168000吨，相当是500座的大安森林公园。废玻璃变成美丽艺术品，可以作为环保建材材料。它完全不会有烟雾。原因是什么？原因它是全无机的材料，因为玻璃是一个非常好的稳定的无机材料，所以你在烧的时候它不会有任何的烟雾产生。第二件事情是它有非常非常好的隔热系数。电视手机银幕废掉的 LCD 的玻璃，研究出隔热耐700度高温以上，玻璃轻质的节能装开始量产，受到国际肯定，成功外销到欧美、东南亚等地国家。若废玻璃为国内外收回来塑胶废料，像工业过程用无害废料，也是用过塑胶干仔，拢是囤伫中华宏远航运公司的工厂内面。地沟机24小时的运作，送入工厂，共款进行分析、分类、清洗、粉碎等等的过程。最后一条生产线是将拆切上盖时的废料，重新做成会使重复利用的再生回收的塑胶粒仔。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包装出货的产品。小小再生回收的塑胶粒仔，互阮接受客制化、美性，卖予国际家具、汽车等等易用的大厂商，做成休闲椅仔、汽车的板瓦、加飞机各种的产品。不过为了要达到客户要求，是真伤脑筋。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味道哦，所以这个味道就比较没有办法去一一克服说像新料到无味嘛。当然，在我们现在的技术已经慢慢会去克服。成立40年的企业，陆续有做20条生产线，一年处理塑胶废料为700吨，增加到目前的6万吨。就是看好循环经济绿色商机，2020年美国投资增加30%。投资到5亿左右哦，因为看到这个很多东西哦，还是没有办法说真正的有办法去处理。最近几年来，流行共享为脚踏车、乌托摆到汽车，只要用手机做锁匙 ，App 轻松操作，就会使开锁、启动、开车厢。手机就会使完成。强调讲，价地租一地行，无站点式的租借，伫大台北地区共享的电动乌托摆，每个月有将近30万次的使用率。2019年10月份更加进入高雄，历年园区落实循环经济。中小企业纷纷加入绿色产业链，显示1998年台湾的粪扫回收率只有5.87%。为了有效解决粪扫问题，环保署一步一步推动粪扫强制分类甲资源回收的工作。目前，台湾粪扫的制作量已经为1998年每人每一天制作1.149公斤，减少到2018年1.041公斤。尤其粪扫回收率高达60.54%，变成循环经济顺利推动的一大助力。在各国来讲是这个非常的不容易的。那现在循环经济就是说，怎么样可以把我们国内这些成果，能够把这个静脉跟动脉能够做一个好好的连接。
深入生活的循环经济是全新的商业模式，强调为源头设计到尾端的回收，活用每一分的资源和本数变成黄金，进一步达到零废弃、零污染的目标，减少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加上台湾90%以上的能源、肥料、饲料以及60%以上的食物拢爱外口进口，所以讲开拓永续循环经济产业，会使看到转型升级希望的经济。台湾在全世界生产链是最强的，我们说代工大国。那如果这个代工可以变成循环经济创新的大国，大概可以甩开在我们后面追得非常紧的其他的竞争者。循环经济变成全世界显赫，今日头前的欧盟每一年用380亿台票创造出50万的新的工作机会，比传统模式增加7%的 GDP 的成长。全世界出名的管理顾问公司麦肯锡更加估计，循环经济将在2030年创造一年1.8兆欧元，上落是61兆台票的商机。研究参小组深入追查发现，讲国内中小企业做循环经济，经济部环保署一直不断提供产值甲就业人口估计数字，甚至无制定发展目标。敢讲循环经济是变成第2个的口号。因为它回收以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有环境的责耗，那一部分很难去估计，因为那个涉及到很多计算的模式啊。我们在推循环经济的同时，其实是在同时要去教育消费者说，不要只是看 GDP， 我们还有其他的指标要去关心。就我们的平台搭建起来以后，开始正式执行，后续的产值以及就业人数，还有整个产业规模的规划，就会比较明确。循环经济4字产官学拢比赞，研究企业进入绿色的产业，投资的同时，国内法规却是无法度配合，变成上大的阻碍。所有的工厂最困难的就是污泥没有地方可以掩埋的这个问题很严重。找到一家业者很成功的把它添加到可以做砖头，可以做消波块，就碰到问题，因为在东海岸，那个县市政府呢的主管单位不许我们跨县市的运送他们所谓的这个废弃物，盘点这些所谓的废弃物，然后呢辅导这些业者，让他们做一些交易。那其实废弃物的交易平台本身不见得是政府要花钱，它可以变成是一个产业。扪心看想看卖，咱我都留偌济资源和后代建立未来生活，若是像一只鸭安尼，就爱将常识的叮当落实循环经济，无破坏环境，卖使发展经济，打造绿色生活，拓展绿金商机。台湾想要对人会着，一定要冲一波，才都变成国际领航者。